我哋做媽媽嘅膊頭硬到真係可以掛衫，因為太緊張啦。其實我以前都係一個好焦慮嘅媽媽。當孩子有情緒嘅時候，我會好想即刻跳出嚟幫佢解決，好想佢唔好再唔開心，好想事情快啲過去。喺過去1年，我喺網上面學咗一個課程，學咗好多嘢，但我慢慢發現一樣嘢，當孩子有情緒嚟時，其實我哋媽媽只係需要做一件事，穩住自己。當媽媽穩，孩子慢慢便會穩。慢慢來，你已經很好。